宣调，来啊！咱着爱跪落敬拜，伫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跪落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草场的羊，是伊手下的百姓。现在，请咱闭目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脚的祈祷。慈悲听人的阿爸变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我们愿人类所犯的罪，被上帝已经弃绝了愿，就是因着主要所基督的宝血，成就我挽回祭，也改变了上帝对我人类的这个受气。因着主要所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阮一切污秽，互阮搁一摆甲上帝和好，感谢主你的大疼痛。对最近这个台西警察的命案所延伸的这个司法审判的议题，大家讨论甲沸沸扬扬，尤其是受到这个台湾废死联盟的这个骗想甲阻碍，一寡被判死刑的歹人，一直搁拢是吊伫这个半空中，久久袂通执行这个枪决。但这个歹人因无受到因应该所受的这个刑罚，所以台湾即阵的社会中人心惶惶，不得安宁，愤愤不平。求上帝怜悯，互上帝公义早一日临到伫台湾。或者个受害者的家属，因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慰。那今日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阿罗尼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互今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，做伙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接对上帝要赐福管道。但现在恳求主，上来清起罗卜的嘴，互讲的甲听的边边得到受造就。圣神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。但愿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诗篇第2篇第1节到第6节。第1节，列邦写书宣话，
正必是声势计无空空的事。世上的君王徛起来，将官兵的三甲议论，未指责耶和华，也指责伊的受满意的，讲咱着踹断因的捆绑，迄甲因的锁。一日天顶的要笑，就要藐视因。迄时，伊要伫伊的受气中来对伊讲，伫伊的大受气来互因惊。主讲，我已经设立我的王伫锡安，我的圣山。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列王记下卷11章12节。祭司带王的囝出来，甲伊指免流，将律法的册互伊，用油抹伊，设立伊做王。因就拍手讲：“愿王万岁！”这是上帝话，见来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均啦。阿明。有路荣耀能力归耶和华。伊做王掌管，地高永远，统管全地大君王，予咱来做社乐语。荣耀能力归耶和华，尊贵全凭归耶和华，伊做王掌管，地高永远，统管全地大君王，予咱来做社乐语。公义圣洁归耶和华，恩惠慈爱归耶和华，伊做王掌管，地高永远，统管全地大君王，予咱来做社乐语。
全地大军风，予咱来做声乌落雨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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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应邀领略几呀好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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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尊贵转变几呀好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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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做王中官，伊靠永远。全地大军风，予咱来做声乌落雨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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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公义性格几呀好花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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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阮为慈爱几呀好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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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做王中官，伊到永远，统管全地大军风，予咱来做声乌落雨。全地大军风，予咱来做声乌落雨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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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邀领略几呀好花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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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尊贵转变几呀好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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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做王中官，伊靠永远，统管全地大军风，予咱来做声乌落雨。公义性格几呀好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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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阮为慈爱几呀好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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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做王中官。
各位乡亲、时代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年的这6月初，是英国女王庆祝伊做女王70周年的这个白金禧年。这个庆典通讲是空前的闹热。有放烟火，有千千万万绑的这个英国的国旗飘扬伫这个全的英国，嘛有这个古早味的老爷车、古董车、甲马车，佮有穿着这个红色的制服，头壳底乌色的毛的帽仔的这个卫兵，查甫人穿裙伫喷这个苏格兰的风笛、喇叭手以及其他的这个乐手。伫表演特点。那么回顾过去70年的这统治的生涯，英国女王伫这个动荡的时代中，扮演着真稳定国家的这个角色，互得到英国百姓这个信任佮爱戴。女王也经历着媒体的革命，女王伊运用着这个新的科技，互王室变甲更较亲民，比如讲，伊伫伊个加冕的典礼中间，伊开放电视直接来转播。所以王室伫每一年甲民众互动的最重要的，即个英国女王圣诞的文告，也是由女王开始用制作影像来传播。伊甚至比伊的孙啊，比伊查某孙啊，搁较早就开设即个社群媒体这个口子。2020年这个 COVID-19 疫情爆发以后，女王国家真特别发表这个伫电视顶的演讲，伊呼吁全国的国民爱团结、爱坚强。
是要带头用伊家己九十外岁这个高龄来做咧，鼓励所有这个长辈积极来去做这个vaccine。这人伫这个伦敦的市中心街头两边边咧排队，队伍长到数英里以外，你通感受到遐伫听候的人，因伫期待着女王的马车驶过的这个心情。所以当女王经过的时阵，众人拢会发出这个欢喜、快乐的声音。所以当这个女王出现伫这个白金汉宫的这个阳台的时阵，众人就发出大声的嗷噜来迎接因的这个女王。所以这是一个伫面上会通得到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尊重。那么，请问，这个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这阳光的降临会得到什么款的欢喜迎接呢？我想一定是比这个女王的圣殿更较大几啊百倍以上的欢迎才对。伫这个圣经中，每一位以色列的国王，因登上这个王位的庆典，因拢会用这个吟诗甲表演的方式，将诗篇第2篇每一节拢甲表演出来。比如讲第1节，这人会起舞起处，调乌白将；到第2节的是地面上这个君王，因为举行这个秘密的会议。第3节就错断这个捆绑。第4节，上帝伫天顶在笑。伫这几节的圣经中，会用这个表演戏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再来伫这个第6节，一个祭司会读这个撒母耳记下卷第2章第7节讲：你就坚强勇敢，因为恁的主扫罗已经死，但犹大家嘛已经用油抹我做恁的王。然后伫这个第7节甲第9节，这是宣告上帝话讲：我已经设立我的王伫锡安，我的圣山。照说伫10节甲11节，有几个人代表外邦的君王来占心中王位的这国王的脚。那么最后一幕就是最高调的出现，现出这个《列王记下卷》第11章12节所记载的动作，这时带着王的囝出来，甲伊治免流，将如他册互伊，用油抹伊，设立伊做王，因就拍手讲：愿王万岁！所以整个登基王位典礼就到这结束。那么以色列捌有将近20个国王来坐王位，那么这个国王登基的时阵，伫圣殿，这是一再将这个诗篇第2篇每一节用吟唱出来，佮用这个戏剧方式来表演出来，一遍佮再一遍，来宣告上帝伫世间各项代志伫掌管，人着降服伫上帝主权下面，才会通得到福气。犹太人有一句话安尼讲哦，讲人类一个思考，上帝就在踢笑，意思就是咧讲人的想法，伫上帝眼中是真正好笑的代志。因为人认为思想哪多就哪接近真理，总是却发觉反转离真理是哪远的。所以伫专业的上帝看来，人类的想法是太渺小，佮真幼稚。伫这旧约巴比伦的故事是一个真好的例。伫大水了后，人的口音、语言拢共款。迄时起厝的材料嘛有较进步，有砖啊，佮有点仔架，所以因就生出一个野心。所以伫这个创世纪11章第4节记载讲，大家就参详讲来啊，咱就来起城甲塔，塔顶拄天为咱立一个名，要伫咱世上伫传递。我想哦，上帝伫天顶看到即阵遮人，即阵遮人的想法，一定是感觉真好笑。所以上帝干那用一支箭塔，就将因拍乱伊的口音，互因语言袂通，所以不得不就要停工落来。所以人类这个大家庭，
对遐就来分散，总是伫即个地球村的运作，互人类搁行做伙咯。伫即个欧洲就建立一个欧洲的联盟，是要起来统一欧洲的经济甲即个政治。欧洲联盟一个出现，就是要恢复早前的即个帕别塔。所以一个欧洲联盟官员讲，讲伫3000多年的失败，但今仔日，阮伫欧洲要互伊成功，咱来想看觅咧，敢会成功嘛？即个希腊是即个欧洲联盟的会员国之一，总是这希腊因的国家是负债累累，面临着破产，就有可能会拖累着欧洲联盟即个经济。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爱即个希腊来退出即个欧洲联盟。做是经济问题，差不多拢是即个欧洲联盟会员国的共同的即个问题。伫3000多年前，上帝变了人的即个腔口，互人语言袂通，无都来起做即个巴别塔。今仔日是毋是上帝却要用经济来改善人要起做即个巴别塔的野心嘛？美国一个民意调查的公司，伫即个调查美国的选民对国会两党的评价时阵，是要调查选民因对上帝管理的表现来拍分数。有4个问题。头一个，说出上帝存在，你是毋是满意上帝伊的表现呢？第二个，你是毋是满意上帝伊处理这个自然灾害方面的表现呢？第三项，你是毋是有满意上帝伊管理动物方面的这个表现呢？第四，你是毋是满意上帝伊所创造宇宙呢？但虽讲这个调查的结果，差不多有52%的人拢满意上帝的表现，总是这款的调查，这款的拍分数根本是黑白来的啦。受造物有啥物资格通来甲造物主拍分数呢？就像罗马人书第9章20节讲，保罗讲：你这个人啊，你是治罪啊，反等辩驳上帝啊，受造的你，兼会通对做伊的人讲，你写出创造我安尼啊？这敢若像咱台湾人这俗话咧讲查某囝得教老母当财，这个是一件真好笑的代志嘛。我想上帝伫天顶，看到这欧洲联盟的这个企图，看到伊所创造的人伫替上帝拍分数，上帝一定是感觉真好笑的。咱的上帝是真正有这个幽默感的人，总是圣经内面讲到上帝伫笑，拢是咧讲上帝伫笑咱世间人，真正是不自量力，就是俗话咧讲3斤鸟要夹4斤鸟翅。那么上帝伊到底是咧笑啥个？第一项，上帝伫笑，是因为伊掌管世间所有的这个权柄。上帝是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宇宙所发生的一切代志，伊拢有绝对的这个把握，所以伊伫笑人这个无敌啦。约瑟班迷茫着全家族，伫伊来跪拜，伊的兄弟人啊，就想尽办法要来甲伊破坏伊的民望，所以将约瑟卖去埃及做奴隶，受真侪这艰苦了后，约瑟成做埃及的宰相，最后变好转来，过来帮助因的家族，拢换来这个埃及地来闪避迦南地这个大饥荒。那么这款的发展，拢伫上帝掌握的中间。第二项，上帝伫笑，是因为伊会通真正确的透视一切代志的这个真相。有一个罗马的皇帝，叫做狄奥克莱登，伊真出名是伫破坏这个基督徒。
伊要伫统治西班牙时采2块酒杯，这个酒杯顶面拢写伊伟大这个所做。一块酒杯是咧纪念这个俗的基督徒，另外一块酒杯是咧纪念伊拄起这个基督邪教的这个信仰，恢复对罗马正式的这个崇拜。那么经过1000多年，今仔日咱倒转来看这2块酒杯，一定感觉足好笑的，因为基督徒并无受遭灭，颠倒是这个罗马帝国早就已经亡国了。基督徒的信仰嘛是哪传哪广阔，罗马正式的崇拜却是消失到无影无一只。恁就有机会，若有机会去参观这个罗马的这个观光，来去看到古早时代这个神庙倒怀旁方正神的偶像，若毋是长脚就是长手，所以互人有这个日落西山的这个感慨。所以当咱若看到这个电视新闻伫报送这个违背圣经真理的消息时，咱拢毋免烦恼，因为上帝永远坐伫宝座顶面。所以当咱看到这个无神论的人伫踢笑基督徒，伫亵渎上帝时，咱也毋免生气，因为上帝永远是伫掌权的。咱通甲天顶的上帝做伙来笑，因为咱知影，佫确信上帝要通过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世界，这个计划绝对是袂受到这个任何恶势力来阻挡甲破坏的。这个世间虽讲是有真侪这不公不义的代志发生，总是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知影上帝是坐伫顶面的宝座伫天笑的，伫遐笑的。咱也要甲伊做伙来笑，这是咱面对这个不公不义代志的毋茫甲愧难。第三，上帝伫笑，是因为上帝本性是至好至善的，上帝看一切代志拢是好的。所以，这个尻川手软的人，就要将起初的信心，甲伊坚持到尾，准备好势，为着主要过来铺路，来迎接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这荣光的降临。伫迄日，至关上帝的圣道要发出最大声的这阿乐甲尊崇。到迄时，不只有几千人尔定，阁有这几百万的人会发出这个称赞。甲阿乐的声音，按照圣经所有言来讲，万骹头乌拢要跪拜，万喙舌拢要阿乐上帝。承认上帝伊是独一无二的主宰，上帝伊的荣光要超过英国女王滚啊100万倍。阿门。回应诗歌，我的心啊！那今仔日的讲道的主题是上帝在笑，所以咱要对这首诗歌，我的心啊，来做回应。歌词是伫讲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来忧闷？你为何伫我的内面伫烦恼？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帮赞咱，伊用笑面咧帮赞咱，伊用笑面咧帮赞咱，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上帝。阿门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赞咱，伊用笑面来帮赞咱。伊用笑面来帮赞咱，伊用笑面来帮
赞啊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赞叹，伊用笑面来帮赞叹。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。用笑面来帮助咱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赞叹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。用笑面来帮赞人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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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阮的快乐。是阮的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赞叹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。用笑面来帮赞人，伊用笑面来帮赞人，是阮的快乐。
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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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。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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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写出忧闷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。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
事由阮，写出伫我内面艰苦。我的心啊，就仰望上帝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。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帝。伊用笑面来帮咱人，伊用笑面来帮咱人。用笑面来帮咱人，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上咱同心三甲的祈祷，亲爱的宝贝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诗篇第2篇第10到第6节，龙记下卷11章12节，阮做来思想上帝得笑这个题目。对今仔日的信息中，互阮知影，阮通甲天顶的上帝做来笑。因为阮确信，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世间的计划，绝对无受到任何恶势力来阻挡甲破坏。这个世间虽然有真侪不公不义的代志发生，总是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拢知影上帝伊原是坐伫天顶的宝座底笑，所以咱伊原要甲上帝做来笑。这是阮面对这个不公不义的代志的愿望甲快乐啊！所以，当骹酸唱两的人，就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尾，准备好势为着主过来铺路，来迎接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的荣光的降临。到迄日，只管上帝的圣徒要发出这个大声的、懊恼的声、甲尊重的声。到迄时，毋单单是几千人尔，是有几啊百万人会发出颂赞、甲懊恼的声音。按照圣经所有言的讲，万骹头拢要跪拜，万喙齿拢要懊恼上帝。是因伊是独一无二的主宰。伊荣光要超过女王几啊百万倍。今日感谢天父上帝，说了这么宝贵的话，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，互阮来学习上帝甲上帝做伙来笑，因为这是阮面对不公不义代志的愿望甲快乐，用这个荣光天父上帝圣尊名，来阮同心的祈祷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条赖上牧师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主要甲恁面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记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那这条赖上牧师要来讲出我的心声。一个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对于2020年3月份爆发这个 COVID-19 新冠肺炎的病毒，
达已经有2年半以上了。而普遍的施打这个疫苗了后，疫情已经稳定落来了。虽讲过去教会因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，教会被迫关门，每一个人拢着爱居家隔离。但目前所有的教会差不多拢已经是恢复这个实体的礼拜了。但过去2年外，这个网络视频的礼拜，到这就要过一段路。但赖上讲过这个讲道的这个视频，我们来做一个调整的这个转型的这个视频，过一摆展现伫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内底。但我甲无顺用，我要用到上帝所授予阮的这个文字，比如讲音乐、诗歌、艺术广告、短讲、生活见证等等，以及台湾文学、历史方式，做无定期的录制甲播出。所以，请赖上牧师的这个教育薪资，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。望将来阮会当继续伫空中甲大家来相见面，做来见证上帝大疼重。那赖上夫，阮会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视频，继续来服务咱所有乡亲、时代甲兄弟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守护咱大家平安伫咱的中间。最后所听恁，我嘛真听恁。愿上帝赐福保护恁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。甲伊行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。愿上帝欢喜的面看你，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，甲伊行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